校十分着重學生嘅健康成長以及多元經歷，透過多樣化嘅運動項目，能夠增強學生嘅心肺功能、柔韌性同埋身體協調性。其次，透過唔同嘅運動經驗，學生能夠從中揾到自己嘅潛能同埋才華，培養團隊合作精神同埋領導才能。亦都期望學生能夠學會重視體育精神，包括自律、堅毅、信心同埋決心，以及公平競爭等等做人做事都需要有嘅基本價值觀。為咗達到我哋嘅願景，學校除咗開設傳統嘅運動校隊，例如籃球、足球、排球、羽毛球、劍擊、室內划艇、越野跑、田徑等等嘅隊伍之外，仲引入咗唔少嘅新興運動，例如飛撞式欖球、短式曲棍球、複式短臂球、匹克球，仲有 CrossFit 嘅混合健身。各支嘅校隊咧，除咗有專項嘅負責老師帶領之外，我哋仲聘請咗香港隊級數或者係體育總會知名嘅教練，例如足球嘅黃振宇教練、田徑嘅李利教練以及籃球嘅潘文浩教練。我哋期望透過更加專業同埋有系統化嘅訓練方法，提升學生整體嘅運動表現。我哋亦都好多謝奧委會同埋多間體育總會對學校嘅支持。除咗帶俾我哋好多有系統嘅訓練之外，學生近年嚟喺運動表現嘅成績咧，亦都非常之亮麗。